英国 Kate 王妃之前有对外表示，伊家己着癌，也若即马已经治疗到一个坎站。10时的时，伊是转去伊治疗的病院，感谢医护人员，嘛鼓励其他的朋友，讲治疗这条路无好行，毋过一定要勇敢行落去。 凯特王妃10时转到伊治疗癌症的皇家马斯登病院。不过，这边伊是人客，毋是病人。伊伫咧病院感谢医护甲工作人员，也甲其他的病人谈话。伊讲抗癌的路真辛苦，伊家己上会当体会。不过，健康行出来了就是光明。伊伫社群媒体讲，伊即马癌症的病症已经有较好、较放心，会专心伫咧恢复健康。伊讲有抗癌经历的人拢知影，要适应新的生活爱时间。伊希望伫咧新的一年会让过得真充实。 This is Scout. Sit. Get your paw. Do your portrait. You can. It shines a light on the work we do day in and day out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incess is wonderfully natural. You'll have seen patients actually hugging her and identifying with her. So it was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m sure it was moving for her also. 伫1852年成立的皇家马斯登病院是癌症专科病院。这边因为凯特王妃来，大家才第一遍知影，这是伊治疗癌症的所在。凯特即马是这间病院的皇家联合赞助人，伊的翁婿威廉王子也是。原来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伫在生的时阵也是皇家赞助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